孝孝，他们怎么给，你再怎么学，那种有样学样。所以囡仔拢看咱做，伊常常讲有当时，我看你另外单，你跟你讲话，你若袂笑，你若笑不出来。因为快乐的孩子来自于快乐的家庭，健康的孩子来自于健康的家庭，开朗的孩子来自于开朗的家庭，你说对不对？先有快乐的老师，才有快乐的学生；先有活泼的老师，才有活泼的学生，你说对不对？然后老师今天上课自己哭丧着脸，上课说叫学生说你们热啊，热啊，谁还热得起来？不可能。所以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自己站不稳，孩子靠不住；自己站不稳，孩子靠不住，很重要，各位很重要。所以，那第二个，我们大家都很忙，我们也觉得生忙，大家都忙得团团转。像各位今天来听课，因为太闲了才来的，对不对？无聊啊，对不对？无聊，所以我来打发时间，我来杀时间，时间何苦啊？来让你杀，叫 to kill time。所以各位，时间都是拨出来的，没有剩下来，对吧？时间都是拨出来的，没有剩下来。要多忙，谁都忙，哪一个不忙？有3种人不忙。第一个，精神错乱的比较不忙；第二个，病人也比较不忙；第三个，死人凶严啊！死人对钱，唐然什么都不要做，那多好啊！要多忙，谁都忙。但你讲忙，就失掉了本心。因为那个忙怎么写的？叫做王心也，王心也。这个心你去查字典，这个叫直心，直心。这个字啊，就是道德的本质，道德的本质。真的哦，所以佛家讲，直心就是道场，心正直就是有道之人。所以《六祖坛经》有一句话叫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禅？我们这句话，心平气和不必持戒，行为正直也不必修禅。所以心直心很重要。讲忙就失掉了本心，所以各位不要讲忙，你的本心就没有了。真的哦，所以美国一个总统叫罗斯总统，他的第一夫人从来没有讲到叫 I'm busy， 他从来不讲，我很忙，他不讲。你看你安大后再处理，他不会讲我很忙，讲忙就失掉了本心。第二个忘了也很糟糕，忘怎么写的？也是王心也，有没有看到？王心也，这个心已经勾起来了，所以叫后天的心，所以叫勾心斗角，已经勾起来，这是直心，这是后天的心。很多人常忘，你怎么不来上课？我忘了，莫名其妙。有的结婚都忘了，莫名其妙。王阳明先生连结婚都忘了。他忘怎么办呢？做简单呢，增强他记忆。怎么增强？做简单呢，跟他借钱很管用，不要多300、500，不会借200，他会记得120，他可以存心不忘。所以各位，他忘很讨厌，很讨厌，要增强他的记忆。还有一个叫舒心，各位讲了，还有一个叫舒心呐、舒心有没有看过？这里啊，就这里，第3个。就对拱啊，就对撞或者干，屁啊，拱，这个读撞，也可以读干，拱的来下接了，拱的，那憨厚来下接，憨厚就不敢乱了，憨厚要写这个，拱的来下接。有没有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叫拱家仔？我们开大学业务大人70大寿，70岁，中华一眼，有4个家仔回来跟他祝寿，他好高兴哦。心血来潮说我们来个一性节目，今晚一些人跳舞的、唱歌，他这样子，我对吟诗作对，所以他说让来吟诗作对，他有3个条件，第一个要人，最后这个字还要人，他符合他本身的身份，就不简单了。你看，你讲让来吟诗作对，有3个条件，第一个要人，最后要人，他符合他本身的身份。他的大女婿啊是导师啊，导师学问好，然后更一句话说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好厉害啊！然后怕我告诉你看，你看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还符合他老师的身份。第二个是个法官，他很厉害，他说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这不就厉害？法律做这个工作嘛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
上个军官太厉害啊，他说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你，那就侵犯的犯。人家这个讲的啦，怎么挤都挤不出来啦。因太太你隔壁做工课，咱加红菜哦，巴肚拢有白水，加到这个讲的哦，拢煮草啊，都稻草啊，怎么挤都挤不出来，做工课的。也顾不得先颜面，一把把它拧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就不能一把把它拧下去，拧啊！这早跟他讲好了，这不拧，这个准备得出来。说人家不会，你还拧人，看得出来啊！人家不会，啊你还拧人，看得出来。不要就给他准的，这叫急中生智啊！不过他代表的身份，人家不会，你还拧人，这个叫做急中生智。这个故事啊，这个笑话特别高干。知道吗？老师叫做人人弘道，非道弘人；法官叫做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；军官叫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公呢叫做人家不会，你还拧人。告诉他，所以这个是很高干的境界哦，很高干的境界。好，那么忙还有一个呢，叫做心更忙。各位，还有心更忙。第三个心更忙。心更忙，就是茫茫然，没有目标，好像打靶没有目标，航海没有目的，打靶没有目标，叫做无的放矢；航海没有终点，叫随波逐流。这两种情况险象丛生，没有目标很危险，对不对？不会惶恐。我讲个例子，美国一个大法官很忙得团转。连听秘书简报时间都没有，连看每天那个 schedule 的时间都没有。他秘书帮他打车票，他拿车票上车看车票，晓得要站哪一站下车。有一天太忙了，忙中有错，调了车票，怎么找都找不到，车长验票也找不到。我车长说：“我认得你是天庭大门的大法官，哪天你把车票找到就退还给我。”你说那个大法官怎么讲？他说我不是担心掉了车票，我是不晓得要在哪一站下车。车票掉了，你看不晓得哪一站，一站一站的过去，会不会惶恐？那种目标很惶恐，真的哦。所以各位这个很悲哀，我们千万难知道了忙，目盲，身盲，心更忙。我希望各位能够交流组做到三个字，叫静。第一个这个静。第二个这个静，第三个这个静。第一个身要保持干净。请问这个肉体谁给的？爸妈给的，对吧？就是这个父精母血成乳体，爸爸的精，妈妈的血，它是肉体，所以这是占用，借用几十年，对不对？但你要善用它，石头善用叫做垫脚石，不善用叫做绊脚石，对不对？像这一张嘴巴，讲道德说仁义的是他，挑拨离间、搬弄是非的也是他；像这一双手，除人的是他，推人的也是他；像这一双脚，为人家奔波办事的是他，到不该去的地方还是他，不是吗？我希望各位要对自己讲，我是助力，不是主力；我是垫脚石，我不当绊脚石，你就成功。我要当垫脚石，不当绊脚石；我要当助力，我不当主力，就成功。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样，做好事是他，做坏事也是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子的大学有一句话叫“无爱此身，无患此身”。为什么爱这个肉体呢？因为他会行功立德。为什么我又担心他呢？他会造罪作孽，对不对？所以无爱此身，无患此身。爱他，他会行功立德；担心他，他会造罪作孽。这个身体很重要，好好的善用它。爸妈给的好好善用，真的，尤其婚前最重要。玉没有裂痕的价格高，有裂痕的价格低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守身如玉？是这个道理，很重要。第二个，心要恭敬，对人家恭恭敬敬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孔老子内有德外有德做一个恭，内有德叫什么？叫做恭，叫做什么？温良恭俭让。有没有一个恭？温良恭俭让。外五德呢，叫做恭欢喜礼惠，礼恭。所以孔老师是最重这个恭的，恭就是谦恭、谦卑。有没有发现，竹子长得越高，弯得越低，懂吗？
英文叫做 The taller bamboo grows, the lower it bends。竹子长得越高，弯得越低。竹啊，若愈拔树的愈紧，对不？竹啊，若稻子越饱穗的越沉。请人才欠人欠天啦，有感觉无？所以看到有一个人，我在采访书，这形很高富，哇，对啥哦，拢做下心呢？他懂得悟性，懂得人性，他帮你量尺寸以后，他懂得加加减减。他的徒弟说：“师傅，量身有尺寸，照做，干嘛要加减？有你办了，你懂悟性，不懂得人性。”他发现了，一般人老大人，年长的虽然都是风霜之苦，说讲罗龙安站不着，就尴尬。老人讲罗安，他受了风霜之苦，所以他走路都有一点谦卑。所以为老人家做衣服啊，后面要长一点，前面要短一点，长出来如何？效率没有，无啦，没有说假如欠天，所以前面要长一点，后面要短一点，那就不够。告诉你啊，他做的衣服很厉害，老人家后面长，前面短，长得如何？效率呢，欠天，前面长，后面短，你就如何？所以做好心呢，好厉害，他懂悟性，懂得人性，好，很厉害，这个很厉害啊，懂悟性，懂得人性，这个很厉害。都要懂得谦卑，各位，所以各位知道谦很重要。什么叫谦？讲话能够兼顾到别人就是谦了。讲话兼顾到别人就谦，没有兼顾叫做欠。为什么要道歉？要抱歉，因为你没有兼顾到别人，很厉害哦。都知道六书卦里面有个叫谦卦，有没有？很好，谦卦我看那卦象这样的，它卦象这样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坤。坤就是地啊，那底下呢是这个叫艮啊，艮就是山啊，山还跑到地下去了，这叫乾卦。山本来在地上，都跑到地下去了，这叫乾卦。所以人要懂得谦，对上辈谦卑是应该，对平辈谦卑是安全，对下辈谦卑是高贵，懂吗？对上辈谦卑是应该，对平辈谦卑是安全，对下辈谦卑高贵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各位谦很重要，所以这个说心要懂得恭敬，要懂得恭敬，然后呢，让你的自信才能够清净，清则一尘不染，净则一念不生，所以要求自己要做到三个，叫做身净、心净、性清净。其实我们人啊，各位，我们得到最大的好处，都找到了自信，对不对？找到自信，所以他那个自信的性怎么写的？叫做生心的生心，生这个心本心，所以性叫做道心。那么以下呢还有一个心，还有一个身，对不对？一般人呢都用这两个在做事，这叫道心，这叫人心，这叫血肉心。你只要用这两个做事的话，你会很痛苦；用这个做事的话，你会很自在。所以这一条线叫做生死线，生死线。往上则生，叫做天堂；往下则死，叫做地狱。所以各位，既然我们求道以后，要用这个自信来当主人，真主人是自信，很重要。不要用人心，用血肉心，要用道心。所以《清经》有一句话叫做“增长应物，增长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静怡”，有没有？各位一般人应就不静，静就不应。有的人事情很多，他就乱；有的人呢